你接唔接受到？你接唔接受到？譬如我哋頭先講翻，如果有一日你嘅同事差到一個極點，你都會問點解個老細仲未炒佢嘅？你會唔會？你應該有問過呢個問題。喂，佢真係唔做嘢喎，點解個老細仲未炒佢嘅？佢係咪有皇親國戚喺度睇住佢，所以炒唔到佢啊？係咪因為咁？因為你就會再諗，唔係喎，佢真係好差喎，連隔離添嘅同事都知道呢個同事好差喎，上帝仲未炒，唔係上帝仲未炒，係呢個老細仲未炒佢嘅，仲未炒嘅，佢太好人啊！個老細係咪太好人啊？個老細係咪有病啊？定係佢有咩特質佢要存在？即係你明明你都會咁樣問。咁而今日呢班亞摩利人，佢嘅罪分分鐘要滾到去400年喎。去到頂點嗰下，上帝就話好啦，以色列人就進入迦南地啦。哇！你諗下上帝一個點樣嘅上帝？如果你覺得你嘅老細係好人嘅時候，咁我哋嘅上帝係乜嘢呢？好人中嘅好人，佢可以容忍到，而亞摩利人去到刑滿嗰刻，第一樣嘢你都會好難想像，哇！上帝嘅恩典咁極點嘅咩？第二樣嘢可能你都會再問，哇！以色列亞摩利人要忍到填到佢嘅罪惡填到咁滿，都可能要用400年。但係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人嗱，聖經就咁樣形容，佢話咧，亞摩利人嘅罪未刑，到佢刑嗰日，以色列人就翻佢自己嘅地方，即係話去到極點，上帝要刑罰佢哋啦，要趕出佢哋啦，要以色列人趕走佢哋，要以色列人制服佢哋啦，要用400年。但係以色列人，上帝話喺曠野常常得意，我要消滅佢哋。如果你話神要用400年嘅時間，容讓亞摩利人填滿佢嘅罪惡，上帝容忍以色列人，容忍咗40年。你諗下嗰個罪嘅對上帝個程度係一個咩程度嘅事啊？亞摩利人用400年都未激到神要趕走佢哋，但係以色列人可以有40年喺裏邊不停震怒緊上帝。即係你話呢班係佢嘅子民，係佢拯救嘅人，呢班拯救嘅人竟然一次再一次咁背叛緊拯救佢哋嘅上帝。哇！你諗下嗰個對比係幾多倍？係幾多倍？你話上帝嘅憐愛係可以幾大？又或者以色列人嘅不義啊，可以去到幾不義啊？你明唔明白？所以神同以色列人講：如果有一日你入到去迦南地，你記住，真係唔係因為你嘅義，係只不過你嘅敵人嗰嘅惡啊，係佢哋嘅惡，以至到你能夠入到迦南地。因為你惡到一個點，分分鐘仲惡過亞摩利人，所以你今日有幸入到迦南地，真係唔係因為你嘅義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當以色列人去面對將要進入迦南地嘅時候，上帝再俾佢睇清楚成件事。有一日，如果你能夠入到去，你能夠得為，你記住，真係唔係因為你，係因為咩呢？係因為到咗第